嚟到中山東區45分鐘翻到香港，繁華地段，估下幾錢？8500咋，而且係全部起好晒嘅準現樓。望望社區先，一睇即係靚屋啦。感受下屋苑嘅社區氣氛先。背山望水，風水一流啦，加埋呢個圍合式設計，聚寶盆啊！從花園咧落到嚟，我哋呢個下沉式會所有兩個泳池嘅，嗱，一個就係室外泳池，一個咧就係室內泳池，即係兩個泳池嘅。簡單嚟講咧，你一年四季幾時想游水，一落樓就可以啦。好熱啦！而家落嚟屋苑樓下嘅步行街，買杯12蚊嘅大杯檸檬茶先。唔使講嘢，自己感受氣氛，感受下先。點10分鐘過到嚟我哋中山最大嘅購物廣場之一 Coco City， 衣食住行啊一應俱全啦。特別介紹下呢個快速公交，1蚊雞，10分鐘就去到中山北站輕軌站啦。時間啱啱好啦，時間啱啱好，有一部大巴到啦。呢度就係 Coco City 嘅上車點啊，20分鐘到30分鐘一趟車，咁啊60分鐘去到香港啦。嗱，呢只係143方南北對流嘅雙陽台嘅戶型。戶型大同小異，我哋最緊要睇呢個咩咧？過嚟，哇！感受下呢個景觀同埋成個小區佈局嘅環境，我唔想多講嘢啦，自己感受。咁呢個屋苑咧，仲有一個105方嘅3房。其實簡單嚟講咧，可以按照周邊嘅190方嘅總價就可以買到啦，就相當於送15方嘅。如果想睇埋105方嘅話咧，隨時揾我吳經理。